在为了防范诈骗集团利用 ATM 甲人领钱，台南市政府第20大案系统，这个系统就是讲，人咧用 ATM 领钱的时阵，只要无甲喙暗流落来，无甲安全帽摕落来，无甲规个面显出来，超过10秒就会有声，来提醒当事人甲附近的民众哦，也这就是要来预防诈骗的行动。使用 ATM 时，请脱下口罩及安全帽。 民众去邮局要用 ATM， 若超过10秒无甲喙暗或者是安全帽摕掉，就会发出声音警示，提醒当事人甲周边的民众。针对这项新措施，民众大多数表示认同，因为预防诈骗已经是全民共识。就是警示提醒我们，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对，对主诈有帮助啊。我觉得其实很需要一连这些诈骗，对，防一些就是很有骗人的啊那些，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得到脸啊，因为你整个戴起来就完全都看不到啊。不过，因为无多甲 ATM 系统完全整合，目前敢若有警示的作用。全台南市大约20达有装，主要功能是辨识人的面敢有物件炸掉咧。上重要的是会当阻挡诈骗车手。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影响 ATM， 但是我们可以在进去 ATM 的路上看到有人戴着口罩，然后他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警告他请他把口罩拿下。那这样是一个比较对于这个打诈比较有一点点帮助的地方政府都可以做得到。台南市府讲，系统未收集个人的资料，也未影响领钱，希望会当预防诈骗，也希望未来会当整合更较侪系统，加强打击诈骗的成效。公司新闻综合报道。